嘛是罢免的消息，国民党立委罗定伟接到民众的投诉，讲伊的厝头家传简讯给伊，讲若返去家乡投票，会使甲厝头家申请500块的交通补助。厝头家嘛伫个店门口挂726同意罢免的标语甲布条啊。这个罗定伟呢批评讲，提供交通的补助是利益交换，嘛怀疑讲罢免团体有买票行为，已经被动投诉的民众去警察局报警，请求这个司法介入调查。世纪交替是天地。台中市长罗秀燕甲国民党立委罗定伟南内秀说咧，罗定伟这年委屈市政会去接到民众投诉，讲有厝头家传简讯写，若是伫咧7月26登去故乡投票的人，就来甲厝头家申请500块的交通补助，提供了500元的交通补助，这是不是利诱？有非常多的澳胞，而大罢免竟然有大买票。罗定伟认为，厝头家出500块交通补助有毁损的记录。虽然简讯内底无特别讲要投罢免，或者是反罢免，不过厝头家伫咧店面门口挂726同意罢免的布条，和罗定伟认为有罢免团体开始伫咧买票，而且已经和投诉的民众去派出所报案，拜托司法介入调查。阿扣指控涉嫌买票的厝头家嘛来出面解释。鼓励了，对啊，都也是回馈了，对房客一个回馈。我们不能讲怎样，那个是你要尊重他。8万那个，我觉得小题大做了。厝头家讲，减500块的厝税是补助厝口登去故乡投票交通路程费用，无遗失立场，嘛无毁损的意思。这是甲厝口之间的代志，免挑工提出来了。对这件代志，罢免团体讲，罗定伟无经济，嘛无查证，就指控罢免团体买票应看不做，背离公民的旨意，而利用司法来压榨公民、打压我们公民，所以我们是非常的不同意这个行为。罢免团体认为罗定伟是要转移大家的焦点，甲公民自发的行为做政治操作，呼吁罗定伟唔通去动用司法主权，对民主机制和基层公民施加压力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